我哋企喺埲牆前，伸隻手，你去嗰邊。好，係啦，跟住行高一步隻手。OK，pat pat 向後推，隻腳向後護步，將你嘅心口貼埋去，個頭衝埋去。係啦。OK，好，隻手唔使再低啦，淨係個膊頭低啫。係啦，諗個膊頭心口沉落地下。Good，手係拱走埲牆嘅，拉長晒成個側腰。Good，hold 住。好，心口再沉低多啲。有冇 feel 啊？好，應該手臂側腰同埋膊頭外側同隻腳。好，hold 住。5、4、3、2、1。OK，好，慢慢企翻起身。好，跟住你個右腳踏前一步。好，係啦，個腳趾同埲牆有一個腳板底嘅距離。OK，係，然後左腳咧要打開45度嘅。OK，指向出面，係啦，同右腳腳踭對齊。Square hip，手伸直。OK，好，慢慢曲起你個手踭，係啦，想將個心口沉低嘅。OK，好。pat pat 向後推。好。點解你哋咁容易嘅？係啊，呢度咧試下將個盤骨再扭正多啲。OK，好，然後拱開埲牆，將你個心口主力向下沉低。係啦，好，兩個手掌同一個水平線先，左手高翻啲啲。係啦 ，good， 好，然後個盤骨都要水平，好，心口沉低。OK，好 hold 住喺呢度。諗你個手踭想推埋埲牆度，唔係，調翻轉，手踭向埲牆。係啦，手踭先擺喺埲牆度。係啦 ，good 啦，係即刻低咗，啱啦，非常之好。好 hold 住喺度，咁隻腳打翻實先。OK，好 hold 住，繼續推個手踭埋埲牆度，係啦，重心向前，pat pat 向後拉 ，hold 住，最後5、4、3、2、1。OK，好，收翻直隻手，將隻手行低個位。好，今次咧曲起個左腳，將個 pat pat 坐向後，手拱走埲牆，係啦，伸直右腳。你應該會 feel 到右腳小腿大髀同埋個腳背都有感覺，有冇？冇嘅話坐後啲，係啦，個 pat pat 坐後，隻腳唔喐，係啊，啱啊，大髀，係個腳背冇 feel 啊？冇 ，OK， 坐後啲嘅話就會有噶啦。係個右邊 pat pat 扭後翻啲，調翻轉，右邊 pat pat 調，係啦，扭後，左邊 pat pat 扭前。OK， 咁樣 OK， 係啦，推直隻手，推直隻手，好，然後坐多啲個 pat pat 向，good，hold 住，好似諗坐落後面有張凳度咁樣，最後10秒，9、8、7、6、5、4、3、2、1，好，轉腳。點解唔係呢邊做啊？點解唔係呢邊做？點解？有塊鏡。哦，即係你可以望到塊鏡。好啊，過嚟咯，一樣嘅啫。唔使啦，而家我望呢邊啊。OK，咁你喺個夢牆度做咯。嚟啦。好，等陣啊。爭取我前度嘅時間。伸翻直個左腳，係啦，好，吸氣，呼氣，曲手踭，係啦 ，good， 係啦，重心向前，尾骨向後指，扭正個盤骨 ，good，OK， 邊度有 feel？右腳小腿。OK， 哇，好 hold 住，最後3個呼吸，呼氣，再將個心口沉低啲。再吸氣，呼氣 ，good，pat pat 往後啊，係啦 ，good， 最後一個吸氣，呼氣，好，跟住伸翻直隻手，係啦，好，將隻手行低一步，
係好 pat pat 右左腳伸直，係啦，曲右腳啱，坐個 hip 向後 ，good，拱直隻手，哇，好好，好 hold 住，最後5個呼吸，吸氣，呼氣，再吸氣，呼氣，最後2個吸氣。最後1個吸氣。如果搭車俾人拉，O K。好，上返嚟中間咩話？如果搭車